细汉的时，也是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无疑误一场无情的大火，夺走了阮厝内一切，也夺走了我一生的幸福。阮阿爹一时想不起这款的打击，煞来治病离开世间，放了一身的负债，父母囝受苦拖磨，为着生活，我得以这来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。对落酒场内，做一个陪人客啉烧酒的酒家人，每暗装着笑容来对待人客。有啥人会了解？就愈会不幸，就愈会苦楚咧。虽然做着酒家人，人看无目的。为着家庭的关系，阮也无反悔。手捧烧酒敬人客，一杯又一杯。谁人了解